一息无一动一息，一本三万事。一本三万事，咱讲的所有看会到的物件，看袂到的物件，拢是具有了一个意义。所以讲的伊的物件呢，所有的物件是具有了一个意义。所以讲的，而且一本三万事，种种拢具有了一个道义的存在。我们前提讲是安尼，毋是讲咱人具有了一个道义嘛，只要道啊，敢有道？敢有？伊敢有应用？融合，它是只了道啊，敢有？有啦所以讲起来呢，原理，而这所在呢，咱会当去了解。那么呢，甲咱讲天地一千啊，天地一千，地地一即流，人地一即性，所以天地一即千，即千。如果呢天若失一，那么呢失者是车行乱滚，而这个宇宙之间有偌济车球，咱敢知影？敢知？毋知。但是车球应该有因的轨道咧走，有那么呢，伫即个轨道咧行，伊拢袂去烧咯，敢是安尼？袂去烧咯，那么呢，会使非常有了解即个顺序伫咧运转。那么一个的力量，也就是来自了解道义的力量，来自了解道的力量。所以讲的天地一即千，若无呢，伊就乱，车行乱飞啦，即个车行乱飞，地即一即流，所以讲呢，地若要得到因呢，那当然那个三方地理而且呢，道伊是修行嘛，道即个地嘛，地是修行，得一理伊修了的即个行。所以讲呢，伫即个所在呢，咱讲正规一规，正道一道，安尼敢有影？有啦伊安怎讲呢？咱咧讲敬天地地心灵，为啥物敬天地？因为咱人是天生啊地命，敢是安尼？所以讲呢，地面命其实呢，咱真正无法度去甲伊形容伊的即个原理啦那么呢，人的伊即性，那当然呢。失去了就是一个六道轮回，所以伫这所在，伊嘛甲咧讲，过去诸菩萨真正修行的人，毋是为了福乐修，毋是讲为了着我即世人变讲好囝，毋是，伊是为了着伊未来即点的灵性，要安怎会当飞回倒转去了着伊的轮回，袂去对了着即个轮回，因为轮回生死敢有艰苦？敢有做人敢有艰苦？有啦若做前生，敢有较艰苦？做前生敢有较艰苦？迄是有一个呢，或是天态度，那么伊呢即个心灵班三角，伊呢，伊呢就是要互大家了解啦那么呢前生嘛有细命啦，伊拢是新道亲嘛。伊放一寡影片就是咧杀生。咧杀生，亲像咧较粗鲁，甲伊安要甲伊杀的时阵呢，是当纸本仔夹开，伊放伫皮条内底，纸本仔夹开，伊头壳迄个讲甲伊倒落去，当甲伊处理，有诶嘛是办法。天头呢，你甲放入去铁管，即个条仔会顶开，用丝啊硬架，一个头呢硬架，一个加紧，标记纸啊拄啊好，不能弹动。以后呢，嘛是用纸钩啊，钩啊低头，全工，你只提单怎会单啊？两骹拍落去了后，那么都摆到进，放到厝内，摆到进，放到厝内。伊迄个拳配足济，安尼饲落倒插落了后呢，迄个拳咱就会来指导安尼咧搞。互我伊看一个心肝头咱讲差一点爱记迄种啥会记，爱记种会记，非常的艰苦。我想讲讲，如果较早认真来修的
无人拄啊好，无小心去互走其他去吼，声就真正好得了吼。所以讲，所谓情势嘛是有生命代志道嘛，所以讲，咱今日去修道解散，本来就是要恢复球嘛，若无你成就就是困难，所以讲咧，咱伫修道，咱爱求道修道，那么咧成者理啊，理是一正嘛，一一成理，所以讲咧俗语讲，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困无难去，所以讲咧就是讲，即个伫禅经来讲，生哉人哉，成之人亡啊，这就是讲咱人必须去研究，伊大家哪会当有遮济，但是咱人伫即个社会要叫人生存，咱爱公理，爱啦吼。若无公理，咱讲吼，迄个人要伊做伙无法做，迄个人无咧公理，无咧讲道理啦。若无咧讲道理，就只有道嘛。伊所讲所做的，咱感觉艰苦所以讲咧，伫即个所在，咱行到对嘛，无人行。所以咱个无人行是咱家己做的事法，咱是安尼，因为咱失去了理，都失去了道。所以较早来讲，有道的明君甲无道的昏君，咱咧今日去修道，那以佛法来讲起来，佛法就是失道嘛，当时就是失理嘛，因为咱爱来修行道，你甲咱本来所培养上天互咱的德性。伊已经符合咱，咱家己判断无治，咱真正来恢复到道德，恢复道德，嘛就是讲会当恢复了着理，恢复了着事，然后咧，咱就有法度咧做这个现象，若无咧，咱遐行到遐，咱嘛足讨厌，行到遐咱嘛足讨厌，敢有迄种人？有啦咱敢有希望咱是迄种人？无啦所以人好啦，咱做人爱有公道理啦，嘛无公道理，所以讲咧，伫修行来讲起，嘛就是以佛法来讲起，嘛是爱慢慢会当公道理，咱公道理就讲做人爱有道理啦，毋是才讲道理啦，就是讲爱慢慢咧做人爱会当愈来愈好，愈来愈圆满，那么咧，人会愈来愈解，嘛会愈渐愈解。咱是安尼，安尼叫做人缘好，人缘要好，嘛就爱去有道，爱有理啦，这就是咱修行学道咧，其实伊的重点，因为咱很多讲诶，咱就是咧修佛道修到就是修到安尼，这本来是单调啦所以讲起咧，根本就是咧恢复了道德所以讲咧，而且甲你讲，道也食不可思议，可以为道。所以讲咧，咱人袂当离开了道，因为咱捕捉了即个道，咱袂当离开。咱离开去了后咧，不可思议，可能就是为道，已经失去了个道，失去了个即个理。所以讲起来咧，咱爱过修佛教的，而且来有道的科普，有道的科普所以讲咧，大道无名，先得天地。那因为伊即个纯道规则来讲起，伊即部咧来自于了解道德经的51种，即个纯规种所以讲咧，我是咧伊即个所在借用伊内底而且咧，邀请大家共同来了解那么道之所以咱人爱去纯道规则，咱爱先了解道。伊是虾米所在，互咱去尊重。所以讲咧，伫这所在咧，道生智，道生智，那么就是可比咱四时的即个春天，道生智，会使讲亲像春天万物明媚啦，到春天的时阵咧，万物明媚，所以讲春耕，也就是讲，伫即个啥咧？就是讲上天在天法意，互咱人发现，互咱人有一点的力，
咱才有法度能开始生活，敢是安尼？哦，他拄仔讲的，理有天道爱心的体体嘛，哦，所以你形成人的一情，上天互咱一点情，上天若无互咱一点情，咱袂长大成人的，敢是安尼？哦，所以讲呢，伫这个所在，哦，咱来讲，以囡仔来讲起来，囡仔若无一点情，咱袂大汉，咱袂为虾米囡仔？啊，咱讲啊，迄囡仔细汉就死去，为虾米死去？因为迄个身躯无迄点情，所以重要是迄点情来运作了着伊的四肢百骸，哦，加上了着互伊食营养分互伊，伊会当自己来长大成人，哦，长大成人啊，哦，那么咧，伫物件来讲起来，哦，物件来讲起来就是讲，咱来甲想，依着即个科学。你来做一根规矩，规矩啦，咱咧教规矩咧，吼，爱做葡萄皮，吼，敢有法度人做？做伊的形体啦，做规矩的形体，甲葡萄的形体，敢有法度？敢有啦吼。那么呢，伫一个科学所做的，甲一个上天伊本来天生自然的规矩来念伊恁破的。科学家所做的这项规矩，伊无法度人世人发现，但是上天伊这个自然的规矩点落去，伊只要有了着自然因缘，哦，有了着水分、水分，哦，有了着这个营养，伊自然而然的，伊就会成长。哦，那么伫这件事，哦，伊还未普遍以前，上天敢有先互伊细汉啦，敢有相像？哦，相像吼，啊，这个所在呢，啊，或许呢，来互咱看一下吼。我呢用这个，哦，这是迄个讲的是沙漠玫瑰啦吼，伊开始生长，哦，会过年。啊，平常时咱来看伊咧生长看，但是伊这是生长的过程，啊，无家己加速度，咱来甲看。伊即个沙漠玫瑰只念伫迄内底，经过有水分，吼，有了阳光，吼，有了空气，有了水分了后，伊开始自然成长。咱来甲想，伊安尼成长到有人的意思，到有人甲做。咱即个看，伊咧成长，敢是人遐做咧起厝讲一块砖仔一块砖仔摕来，敢有？无啦吼。那么伫这当中，吼。天机是上天互伊了，生活起来就是上天互伊，吼，伊的德意，如果伊的德，吼，那么富伊的身躯了后，伊慢慢来成长，这叫做天生自然。哦，这就是讲，啊，这个生命力，或者以这个啥呢？这个沙漠玫瑰内底的籽内底，只要你甲点对，哦，伊自然而然体现。那么伊成长的过程。哦，袂使讲是自然的啦，哦，是像咧起厝讲，我要起一间圣堂，哦，就咱请工人来起来做，哦，啊，所以讲咧，上天诶有了解这个，哦，有了解这个能力，哦，有了解这个能力嘛。那么再来就是看咱这个人哦，哦，这个是这个人为生命大海过程。或者是来缩小啊。啊，这是迄个迄个合法内底，哦，合法内底哦。这是迄个囡仔吼，伊个法度内底啊，伊是哦啊，这个受精了后呢，哦啊开始伫这个合法内底，哦伊个成长，除了哦，一点开始呢来生活。
咱来甲想，伊遮咧来开始洗出了伊的消化系统，伊的肾脏、肝脏、注意，咱来甲想是这个过程，敢是用力对甲做，所以这段就是上天以微妙为巧，所来创造了问题啊。这人有法度，人有法度去甲创造安尼，那安尼都有殊胜无？都有殊胜。 镜头，你也要学。这个囡仔伫科学内底自然的成长，咱讲自然的成长，咱是上天的成化，所以讲呢，上天创造咱人，会使讲是对的。之所以讲呢，咱人万物拢总是来自于倒的成化，那么伊就是有这种的能力，所以讲呢，那是咱万事万物的迄个根源，就是因为了解。 咱受到伊即个来源，那么咱按了解了伊对万物伊会做，然后回倒转来，咱有伊就是，有一个感恩的心，咱就是讲，要安怎去甲伊找回倒来，那么就是讲寻根啦，那么再来呢，他拄仔咧讲的，伊成长的过程，那么就是道的体了后，成长的过程叫做道体的。 德性来生活，来生活。但是咱上天呢，生活咱人了后，互咱具有了五常之力。那么这个五常之力呢，就是上天与生俱来，敢是安尼？那伫这个所在，我用言注一句呢，言之所不可言也，意了也；所不如意意了意。 拥有与生俱来的能力，拥有是与生俱来的力量。所以上天互咱这个体了后，伊甲咱捕捉了，已经捕捉啊，咱来甲想，一支手机啊，一支手机啊内底功能，咱有足济，足济。那么伊手机啊内底有迄个功能，你要用，伊若无迄个功能，你要用到有法度用，有法度。 那么，伫咱人上天已经甲咱捕捉好啦，所以讲，迄个囡仔生落来了后，伊若腹肚枵，伊敢会换，敢会啦。牛奶泡泡的猪毛伊敢会死？会，敢有咱感觉？无，无伊太会，伊太会，这个就是与天俱来，上天伫伊来创造好了后，来捕捉着伊内底的功能。 所以，迄个囡仔成长，伊咱讲吼，实际体，但是发高热，到发高热，安尼咱阿自然吼，就是发大热。所以讲呢，伊自个咧到某一个程度，伊就开始，就一定有成长到啥物程度啊？对啊，那么伊成长到啥物程度？ 就是讲上天已经来捕捉伊内底啊。你讲咱讲的这个德性来讲起来，人的人义的理性，咱是上天伊本来咱来的时阵就来捕捉啊。
敢是安尼？所以讲咱人会好，敢爱教咱人友好，敢爱教有免啊？为什么有免？因为天就安尼附着有迄个功能啦。那么呢，咱只要甲伊发挥，自然甲伊发挥流露无出来，那么安尼就对。安尼自然而然，伫世间内，咱就万事如意，咱的生命就会很好。但是因为伊付出互咱无上之力，是因为咱人来到世间，为了着生生不息，甲咱本来特有的上业，甲伊覆盖。该覆盖去，毕竟这个功能我实际但是功能是存在的只是咱为了着生生不息，甲伊覆盖，伊无法度来救咯。若无是上天都已经甲咱付出的。所以讲呢，咱今仔日呢，嘛就是讲这个修学道，要甲这个上天甲伊恢复因为这是上天互咱的上好的物件。讲有理不抵义，抵义不能用，用义不能治。所以讲呢，咱就是要来用到会当达到圆满，唯有呢来透过了解这个核心。所以讲呢，咱上天会使讲是非常的慈悲啦咧创造一个人，迄个咱真有看到，咱科学的机器啦，要咱人敢有差？有啦差足济啦所以讲呢，机器人是咱人伊的意识甲伊做的。那么咱人天生自然的，那么会当自然的游乐，拢已经付出好势。那安尼呢？上是人较高，还是上天较高？上天较高啦所以讲呢，咱慢慢来了解了着上天呢来创造了着这个万事万物的，会使讲是万灵真自在，无所不无所不能再来呢，就是讲阳春之气培育。那么呢，寒秋之气变不大那么呢，有了着这个道心之的学字的学字，就是讲互伊检验了后，爱互伊会当成长的对应，那么就是上天伊的德序伊的德序那么嘛就是亲像父母生咱这个身躯了后，爱甲咱饲好大汉。爱甲咱饲好大汉，再来呢，就是讲开始养育的当中呢，伊已经不停止，就是讲伊已经形成，就是讲迄丛树迄丛沙漠玫瑰已经长大起来了，咱人呢，对细汉呢，对这个道已经甲变到有了这个囡仔的性，而且呢，自然来生出来。所以讲呢，以这个不知名来讲来讲，是主要的这个秋天那么呢，秋天的当中呢，会使讲就是伊这个万物呢，所有物件拢已经是成熟啦，已经成熟成熟已经成形啦，已经成形那么一本上万事，就是咱法拄仔讲所有的物件拢无离开了个道。但是这个道善于每一种的物件，伊拢有法度甲创造甲非常的完美，敢是安尼？咱来甲看迄个鱼塘迄个狗遐迄个细只，迄个甲创造甲讲即只狗遐呢，伊有了着伊的形体，而且佫互伊的品质。只是狗仔个细只，若佫较落去的呢，有迄个咱用眼去看袂着。所以咱来甲说，一本善万事，伊依着即种特性，符合伊的功能，符合伊功能所以讲呢，伊会不断的成功的再来讲不言之，细行之来讲手修东道那么呢，伫这个所在。到遮呢，就是讲万事皆归一，
这个不行字呢，基本上万字，互伊中代了后，万字要背了就这个字。那么呢，一张这个规矩，如果一粒字念落去，会生偌济规矩，足济啦吼。一篇规矩内底有偌济，一篇规矩册内底有偌济规矩，足济啦吼，歹算。那么呢，这就是讲伊一本3万字出去了后，它属实一篇字念落去生10篇规矩册。那么呢，这10篇规矩册内底都有了定分数的这个规矩，那么你才反复，你才反复。那么你最后呢，你要背了就这个字。但是你背了就这个字，就是讲你念落去了后，敢保证伊的结果。规矩念落去，我咧念落去，伊会足自然，佮甲我推回结果，敢有遐尼讨个，敢有遐尼复杂啊？无啦吼。你在咱人来讲的，咱人生落来了后，敢会当食饱无？敢是会大汉？袂啦吼，袂囡仔讲生出来不是大嘛，一篇水果若生落去。我唔免烦恼，伊共款有法度人万事去为伊的话，遮顺的话，就免传言啦，免死，免种种。所以讲呢，为了要互伊会当形成这个果，就咱做时来讲起来，破镜落去了后万修成嘛。那么呢，伊咧修成的过程，敢有遐简单？就简单啦吼，因为咱讲呢。有当时啊讲药糖伊本身的基因无好啦，还是讲风灾啦，水灾啦，所以讲会变达到万事归一，就无遐简单。你要搁配合倒转来，无遐简单。那么咱今日已经得到道讲会当超前了事，咁大家拢会当真正回到咱来教咱的本分，敢袂当？无一定，为什么无一定？因为之间有考验，就是世性字。那么这个世性字呢，也就是甲咱讲，咱讲时势造应用啦，那么这个势，也就是讲相反的力量。咱讲，咱人若顺境上好，但是人生若顺上好，人生若袂顺咁好。你是只有艰苦的，但是遐也袂拄啊好，遐也袂拄啊好。但是伫迄个袂拄啊好的内底，敢会成就咱人？真正吗？下晡大家太拢不爱谈定就进来，我不止下就。对，所以讲呢，其实咱这个王永庆不是这个机理对当时用是稳咯。那么呢，伊讲咱人若跋倒有当时地，咱但是讲若跋倒就爱地个，是爱家地个。伊讲跋倒有当时地个，为啥有当时地个？伊讲你爱到边啊沙赢看，见再来叫，安尼啦。其实伊是甲咱讲，你安怎跋倒个？你爱知影。你是安怎跋倒？你才会去想一个防止跋倒的方法嘛。敢是安尼？安尼你敢有真中意？安尼你敢有成绩？你若要破迄倒，你就袂使咧出现地位啊，敢是安尼？所以讲呢，伊这个当中呢，就讲伊这个反复，伊这个秋季、春夏、秋冬、春夏、春夏，就是一个成语嘛。那么这个秋冬就是一个杀天嘛。若到夏天。已经秋天到已经是生出来，无经过了着秋季必须促成伊的成熟，这件果也无容易。但是，像咱若去菜市啊，菜市啊那边水果，咱讲爱食迄种应时的啦。像真若讲咧出迄个咧出迄个山野来讲，迄山野若较无的时阵是较甜，所以有诶味就咧好甜。
就按着熟个啦，伊就甲放落来。所以迄阵若甲买起来，歹食味啦，歹食啊，就新鲜嘛，啊，佮贵。啊，你若买着当时的，你佮俗，所以讲呢，伫这所在物件食起来，嘛感觉讲 OK。哦，啊，所以讲呢，伫这所在有经过了后，真济呢，哦，即个舒服，就是咱讲真诶吼，咱讲诶真诶，简单细个发代志，甲真当着偌济歹代志，无顺诶代志啊，当着偌济，敢有当着？有啦吼，啊，敢有经过，敢有解决过？有啦吼。那么伫这当中，伊无因为安尼人倒去，你今仔甲去存在嘛？敢是安尼？哦，伫修的学道当中呢，伊过程敢有考验？哦，当时考验是足考验，当时是足用的足不合理的考验。哦，但是冇人听过啦。哦，只是看咱安怎去甲伊应对。其实这个是要成熟你内在，互你会当慢慢对咱人的，哦，咱讲少年人较精，哦，但是较毋捌处理代志的，有可能较袂习惯，因为伊还袂达到伊的成熟。哦，啊，你不断的历练，哦，一回生二回熟，哦，三回变高手。啊，所以讲少年人的经验较无够，那么伊若有经过了解逆境。不断甲伊造就，伊的思想甲伊形式甲会哦，哦，所以讲的话，一寡老人讲，我食盐比你食米较济啦，毋是安尼操作，是伊的感觉讲，这就是一个经历，是一个过程，啊，你敢来接受？你定来接受，因为伊好的甲歹，其实就是要练了解你内在。哦，嘛就是讲你练你内在的特色，变啊，互伊融入出来。哦，你若是经过历练，你毋是用讲，毋是讲我做有练，是经过了着历练，你内化了后，若有化一个小化婆，互伊会当保持你原来自在的心，那么呢，就是你已经经过了着考验了后，内化来。引力引哦，那么你慢慢的会当互你来内敛，因为咱修道无内敛，有当时咱感觉讲哦，食饭哦，足虚啦，哦，足虚啦，啊，所以讲呢，变得慢慢让内敛，哦，啊，变当真正运作。那么伫这所在呢，咱有法度让真正伊来去了解这个修行学道的哦，这个过程。所以讲呢，伫这个事来讲起来。讲歹积极，对伊讲歹积极啦，孙仔用阿积啦，但是哦，歹积极伊啦，孙仔用阿积哦，迄较早就是安尼，会洗慢袂洗，所以大家要是不做咧洗，大下迄个孙仔咧用阿积啦吼，即摆较无啦，哦，但是你是咧讲，哦，是咧讲迄个道理啦吼，那么咱咧讲在过去，讲要互咱无人，哦，进来。这个功力，敢有遐简单？敢有遐简单？无遐简单。若无当着天时的应运三者火候，照着这个事，咱敢有迄个机会？没有。什么是功力？什么是功力？铺桥造路，扶贫济困，这个当是功力，这叫做善。哦，那讲这是你是一个大善人。所谓功力。就是讲，你有法度通进步兄弟姊妹，伊的自信会当脱离了的这个拖累，这才是真正的功力。哦，所以讲呢，咱有即处，一旦互咱真正建立咱的这功力，嘛就是天时的应运，三者火候。那安尼咱才来把握，因为互咱拄好机会把握唔对嘛。所以讲呢，伫这个时阵呢，咱会来呵护，哦，来把握。安尼当来健康，哦，佮再来就讲啊，平时书多无食土多，哦，那当然呢，无食土多是足困难啦，哦，平时书多较简单啦，哦，那么呢，为什么讲无食土多？啊，平食书多，
但是咱来到道场的时阵，前辈者咧，那就来咱当做去安幼的囡仔讲你你意够好，你英语也真好咧，你咱去多修点多，头发梳紧，你照顾好咱是种安尼，咱听你嘛就欢喜啦，但是那么你五食就多，那么你咱较信息了，前辈者较有应该同咱讲，对啦那么伊会讲，是你这个啊，不爱食菜。要不然就讲书，无你嘛来导人，无你嘛来识团，那讲叫导人是，大家拢做啊，做安尼个，拢安尼战战兢兢，年来讲啦，歹导啦，是无导人啦，歹导啦，大家拢有足大的压力啦，有压力敢好？有压力敢好？压力，但是修道袂当甲讲这是压力咱爱有压力。咱有压力，你要做袂好。所以讲起咧，你这个五食全多，人一定要对家己的期许，只要家己会当做的，你一定要把握机会。你讲真诶，毋通讲太大项拢叫我，是讲无人安尼啊。讲安尼话，过一时间。若不是去岛内，咱无可能就去条来。岛内来，大家爱讲语言，但是咱们是台湾啊，伊家己欢喜讲，还好啦，我生活内底无大家前辈才有体验，拢一直要互我了完啦。咱若甲想，拢无人啊，伊定来就拢叫我。咱讲真诶你若因为为了，人家不会找你，咱是不是就没有条件的？当然，咱若如果讲给大我们的承担也是为自己的会业。那讲啥呢？咱修验负就是为家己的会业为家己的会业负责任重心本来先不是为家己所以讲呢，有条件的机会，我们就感谢天南师的。当然，对吧？为了真正有时间有如果来到这探长，当然嘛就是亮丽亮丽。安尼就对伊咧修道有造就。所以讲咧，伫即个修道当中咧，有了这个条件，来不平衡的状态，可以用平常心境来面对，即是以调息家己的心态，和这个作品会当达到完成。所以讲咧，伫这个道场上，团体一定爱和谐。爱和谐就是要放下自己，没有委曲求全，为家己。圆融十方，委曲求全，那么呢，这点是那么呢，咱就按这点重心为这个体感要达到你主感要到体感的一座桥，所以讲呢，其实你内化自己，调试自己，也是成长你内在的人性，也是成就了你，所以讲呢，咱若讲需要好交代，都有咧。当个代志就知啊，但是若要当个代志，我拢嘛感觉我是做好，若当个代志，认真甲上面，我嘛是安尼尔。你若知影讲家己是安尼尔，当然你若想要转去，你就爱较认真的下功夫。所以讲呢，生理忧患，死于安乐啦。所以讲呢，一个无限诗人啦，就是咱金庸宗师伊的主笔。咱讲不受磨难，不受苦，待有真好，即有真好。客所以养真伪，魔所以改贵性。那么呢，不克即真伪难辨，不磨即贵性难改。那就是你应该问，你到底要不要改？那么当着你唔知你到底你的境界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所以讲呢，你当着要。